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坚持20年不爱拆厝的丁仔户，因为妈祖的关系，总算愿意把路让出来。云林斗南的文安路，20多年前就已经拓宽了，但是中有一户一直无拆，所以变成讲这个路头路尾拢有12米宽，但是中这节这个宽度数无到5米。在地乡亲平常时要出入是真无方便。因为后个月六邦妈祖要来过路，会经过这段路，民意代表甲镇长是真积极甲地主协调，地主最后为着六邦妈，总算同意拆厝让路。这条路是云林斗南镇的文安路，向前开，路线变细啊。要绕一圈过来。文安路的路头甲路尾拢是12米宽，但是开到中咧有一栋三合院，挡伫路中的，剩无到5米宽。处理就无方便的遐，无方便啦。因为这间厝的关系，单无路通过嘛。文安路拓宽已经20几栋啊，这栋三合院嘛挡伫遮20几栋，居民出入拢真无方便。搁即马出现转机，后个月六邦妈祖要过路，确定会经过文安路。因为六邦妈出入量大。所以这个路要做好，带动人来，带动看。六邦妈是国家重要民俗的无形的文化资产，每届过路拢是大阵势。为着六邦妈祖会当顺利通过文安路，地方民代甲镇长积极的甲地主协调，地主为着妈祖总算同意拆厝让出土地拓宽道路，嘛有拖20多栋的问题，因为六邦妈总算解决。